来看校园安全检查的新制度，今年2月实施哦，规定讲抄册包原则甲流程。教育部最近嘛整理23项的问题来说明讲，若学校拄着学生拒绝检查，应该安怎来处理哦？必要的时，会当请警方来处理。 检讨校安甲学生的温书，教育部今年2月公布校安检查操作手册，照例抽查或者是紧急检查流程，各有特定学生的界定，拢有明确规范。施行一学期落来，这状况是安怎呢？ 就依照法令的规定来进行这个必要的一些检核，也是防范自己的孩子有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。另外来讲，保护其他善良的一些学生，大家都会非常支持。教育部表示，有一寡学校认为流程会当更较简单的，某学校反映讲这规定实在伤过严格啊。比如讲校园安检的时阵，敢也是袂当用私人的手机啊来录影。我们考虑到的是那个治安的问题，因为你的手机你不晓得，你随时会什么都做使用，会不会被别人害之类的。为了避免治安防偷摕，或者是无细致流出去，也是爱使用学校提供的公务用录影器材。另外，若有学生拒绝检查，或者是唔配合实施安检的时阵，要安怎来应用？某学校是提出疑虑。先做沟通。 再沟通啊！如果沟通的结果，家长那个孩子还是很坚持，就是不愿意你检查。基本上我们也不赞成学校直接就动手。下一步的动作应该就是联络家长。学校会当先联络家长，真正无办法啊，会当找管区的警察支援。教育部有整理23个问答，提供予学校参考。教育部嘛承认校安检查新制，也阁需要更较侪学期，予学校操作起来会当更较顺手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，宜兰报道。